屏东一间短期的补习班负责人，因为涉嫌甲未成年学生性侵害，今年2月底时已经获检方起诉。屏东县政府伫5月底时嘛废止这间补习班立案，想袂到呢，即马教育处是接到检举，讲其实补习班无乖，佮继续咧做生意咧收学生。目前已经甲这个负责人罚2-5万，若是唔停班，会阁继续罚落去。 补习班电话正港内底也有工作人员。屏东市自由路一间短期补习班负责人2年外进屏东县府检方等单位调查，1月底被起诉，补习班也伫5月底被废止立案。县府最近率接到检举，补习班要咧开。经本府废止立案，为于7月初接获电话检举该班仍有招收学生营业，于今年7月12号依据补习及进修教育法。 裁处负责人新台币25万元最高罚款。负责人并无被羁押，县府知影了后，交报告法对负责人处25万重罚。按过补习班到15下晡为止，看放无听，依原咧营运。面对补习班违法营业甲侵害代志，工作人员表示唔知影，相关主管也无愿意回应。离开那间补习班，去别的地方。会怕吗？对，这种问题，尤其我们家是女孩子，我觉得。 这种安全问题，而且学生那么多，我觉得不太 OK 了。其他家长、当地人听到这代志拢惊一跳，因为这补习班伫当地有点仔名声，学生也未少。面对补习班继续营运，教育处强调，若业者后续依然无遵守法令停班，会为通知这一天开始算，按日连续处罚，各没收相关器材设备。记者